各位乡亲，大家好，非常的感谢大家热烈来参加来研究客家白话语文安尼哈。今日要讲的呢，就是讲非古复习无图73篇嘅实施客家农业经济500嘅征头，近似500嘅征头，课文一时一语用客家实验化。对这录音提供给各位乡亲，大家来做个参考，一来了解也个过去嘅农业用嘅实派，500个征头有一度嘅，同时一时一语用客家白话语文呢来拓本大家来谈，大家来研究那个客家白话语文用嘅写，大家都记得讲客家嘅各国各地方各族群嘅。这个语言、语言、文字、那个文语，都是有不同的素材哦。所以希望各位乡亲大家来共同来了解。好嘞，我们来看一个636篇，实施客家农业经济500个征头啊，嘅本文，个上到头摆。农家人呢生活过日啦，实在上是反映过日一样样哦。嘛个落雨嘅时节，将拿繁多个马尾来宠物；天长时节，就上山打猎来讨生活。日头落山10个分以后，就避难，大家等呢变成无平衡。叫佢家那些呢来记福音创成果，呢种生活嘅方式，虽然系沾满逍遥快乐来过日的，但是时常在爱煮饭的时间，当地的抗米嘅盼光都里系烧一只太贵嘅。只会看空空无半粒米啦，果不其讲，就那轮米神饼在后摆米，改快些嘅来加米做，嗰些时节加米做嘅常见。呢种快乐又穷苦嘅环境，当时来讲也系一个quite平常嘅事情。在当时来讲，乜嘅？很多经济问题呢，让嘅来解决一个问题，大家也系唔系来勉强。讲到农作物方面嘅工作，也更之神奇哦。嘛嘅看到隔壁邻舍种甘蔗，伊也来批准听人来插甘蔗，看到人家属牛嘅，伊也。调成来属牛嘅，当时种嘅农作物也系属嘅头生嘅，可以讲得系大家共下来嘅实体发通一样样。后来经过时代嘅变迁与学识嘅增加，农家人嘅种作。对于经济两则事，常有略略嘅有进步嘅认识与体验到，凡事不讲究经济，实在系做唔得咧。尤其为了天工人，为了将来自家也系子女嘅前途，不得不在自家嘅工作上。尽量想尽办法来赚过多一些钱，来加添家庭生活的费用。但是在农家经营工作嘅方面，有时常强兵吃力，或者系经济市场方面嘅问题，常常过多认真投来嘅来工作。只有生产量大，品质又高，就会暴雨传太前
等等保守的概念。结果措施呢，改到私人言谈的话讲啊，做到为死，我到为死，也都系样的措施内容，你就会唔晓得调我起来10万针对农业市场去分析嘅问题，来做个解决嘅问题。就以前面所讲啊，人家插甘蔗，也来培成种甘蔗等等一样，到了面嘅结果也又咩系俗语所讲啊，世道叫爆，家事太老，实在系冤枉。俩个情况就鬼像头摆古川呢，对你所讲啊，陪爷夫人有疾病，做了每年又打出本一样，所以农业工作也系其他的事业方，就会记得乜嘅系经济市场嘅问题，而避免又触到大下所讲嘅嗰啲啊所讲嘅农业可怜又冤枉嘅政策。在这里提出几项在过去已经发作过农业经济片嘅政策，提供本大家来做参考。系唔系有样？假实个后生嘅乡亲，那系唔知，有怀疑来认为系胡说一场事，像本片拿起问我阿爸、我阿公来做验证可能是呢，系唔系有发福利嘛？头下讲到提项。就会讨谈讲，甘种香茅茶系太昂调一个问题。第一，在台湾光复以前，嘅人时代，拄好太东亚战争，具有相当的缺乏。日本人就鼓励台湾人来种蓖麻同香茅，用来酱油来炼油精。使得当时的香茅油价是相当好，农民大家就想将田圃土里的作物产到极高，土来种香茅。当时初下来种香茅，大家都会热心，日夜做，夜晚做，连在树头下聊凉的时间。也系用力嘛，紧拍了，紧来研究香茅根，安尼10万来古树香茅，将香茅古树到一定好，长出来嘅油精量啊，同油脂啊，也系一般，比树脂高嘅，但是经过嘅一段时间，不久以后。南洋太东亚战争结束，日本战输诶，香茅油诶价是马上像落下闸一样出插下来，出下跌到无人来买。香茅种到汉江又有麦嘅用农，所有诶香茅农。后世牧师真系才过诶，希望话养得上是唔得按养诶真好。天桥部全部参讲来，单种香茅，俩下就香茅割来宠物又用唔得，割来团错嘅。烧火来煮饭，煮完饭又可以出香茅油，又食唔得。后来
这是这个后来香茅农看到蛤蟆怪太麻条，最后拿来一盒翻来火也出来火，出一支来变火烧，烧到双片激光。明日下猪头将靠日头落山的时节，到处一内都可以看到像是家里的变火烧山的样样。东一片大火，西一片大火，连累烧死唔止一朵香茅人肚里的草木嘅。秋对这100以后，再也无人敢来种香茅，以蓖麻为。头摆有种过香茅为老阿伯嘅，免到想到种香茅一时。心肝肚里都会见大怒大，捶心肝讲啊！发誓大事，伊也唔敢再来种香茅嘅。同时，再劝人讲啊，敢种香茅，个人系太戆掉，一个敢种香茅嘅人啊，就系太戆掉。讲到这一点会本大家想到经济企业上的一句话：凡是单项功能其用途的产品，也是作物。头下假使像是黄金一样样，米下6米功能是好，也是有代替品唔用时间。假使就变成了狗屎一样样，做乜嘅都做唔得。尤其像头前所讲，大家都爱独自种香茅一种，实在是冒险嘛！第二，这个连续市场的人也会来缩掉的，一个缩掉的个问题。第二，在民国50年50年初啊。个时间，农村一带都是风行塑料的个副业，头发塑料的个利润也是相当好，所以迄拿出来农村的大家，唔管是带入马的农民，也是做市场识头路的人，都是尝试买纸条的来塑，在当时塑。条的个业主情况，实在是唔会输目前强度一个工业财产，大家买一样样，也都塑料的人家，也都会专心在个研究样的来塑料的，条的要用乜个资料同方法来塑，高级态。条毛嘅色身有个金头，所以看待条嘅个表现，也比服侍伊嘅阿公还高有好心。明日将把条嘅作上唔作下，都唔惊怕将条毛来作乱。塑料嘅个业主精神实在得人惊，搞到庄头。糙米家家户户都是有塑料的，规庄的人属塑的条的，叫起来的声音，像是个无时间做头米蛋糕的路边的一样样，叽叽喳喳的叫声，实在是会吵死人。当时塑料的人家。虽然批斗调试暗处，也是欢乐在其中，日夜都在个梦想，调的有好的假使，将来书上穿太前时，一天而来118位世界前来去太饭店来听落一下。用墨酒来洗枪身上的吊饰面，等等一大挂嘅
眼望在个白梦，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经过国民的学嘅技术，以大量嘅产量所学嘅条嘅不但多又大又高，但是唔知后背有人暗中在嘅操作家私，操作条嘅家私嘅人啊，目珠也係当今。澳洲21世纪已经到位，生产量太到位，叔叔就唔来售卖。安尼一个情况之下，条嘅家私又咩出色，比例剥落嘅跌下来。属条嘅人家，每日目金嘅目真真。目健康嘅文鸟、十字麦、小燕果等等条嘅，有上到条价跌多按市场，实在係看到見掂腳，目子上都是到你來見囤。佢通常嘅上條嘅講啊，條嘅。當時我買業務嚟學嘅時節啦，每一堆嘅家私，每一堆嘅市價係幾下百嘅人，現在像存到幾十倍人呢，掠下唔係捱，對唔冇錢，但係我現在也下冇按多本錢來買飼料本唔識咧，將買本飯店嚟做作項菜，條肉又像皮絲樣，按細塊嘅，攝牙齒碰到唔少，我往外讓嘅嚟做啊！將不用去野生，當個去食仔堂實在啊！所以就將一籠嘅條籠嘅搬出來擺好，條籠嘅該一扎嘅打開來，奇怪，條嘅也係值得本人服侍慣嘅，而本人必向哪裡去呢？所以條嘅也表示該有感情。嘅含情脈嘅，唔肯跳出條籠嘅門，條籠也唔知係愛樣嘅賬號，耐心嘅再三撲條籠嘅，像是哀求拜頭嘅講啊，中條嘅。我確實苦到何里度嘅，債務太高已經過到貧窮坑嚟嘅，再唔走，我會本債務砍到頭唔出氣來啦，希望俾出條籠嘅設計去落實。假設按有緣分，希望唔能來年調價有起價嘅時間，再比歸來團圓好嘛？安尼含淚傷心嘅，將一籠又一籠、一家又一家嘅調嘅比出來，搞到滿天白天都係人家假好心嚟表現呢調嘅，初時呢。每日一群又一群在店鋪度裡，我各當行比來又比去，像是不風采嘅錢呢樣面嘅一樣，按太群按多，假設目珠各種嘅人，那些調查嘅
一个调查的一撒两下出版就会撒到地下砸了。啊，可怜嘅佃农，可怜嘅佃农啊！世事变天，牛角向高铁咯。明明当时属嘅系珍贵嘅禽好条诶，到了下啥变成啊木蛋糕嘅路边咧，填补到你嘅强势诶，讲到这一点会本大家上到经济企业行嘅一句话，凡是后背暗中有人炒价时嘅作为也系产品，实在系上市过去地下投资公司没收资金一样样，线下本大家有甜头上一下，都会流民就程度相当冤枉的苦头，事态成败，安样的建国的意识，张某唔会落入一身，在一夜之间就风啊枪咯，也就会缩掉嘅情况，才看到缩台嘅你普嘅方面讲脚嘅就讲缩台缩穿到前，穿到波波棍头下，在民国60年前，在60年前，那係獨到落體太準出文水嘅時間，在一般農村嘅地方，就係佢多年在疫情之後，漸漸將開路不得了，日本話講不得了，爬來去太準到里嘅天園啊，準到允許過好時，按佢時。就係本意聽到一隻台嘅一個鱉啊，嗰時隻實在係唔止有一歡喜嘅，歡喜到嘅程度，上次反而見到血一樣，悠好好。同時為佢風神呢，將台嘅作來相傳狀元最真，上次強派人家。唔止有一位嘢一樣，當中大家理得每人有聽到一隻台語時，也會相當走過來，撲書來我樂意一講啊，讓我很有福氣，在當時大家嘅概念中，都係一直認為台語係相當不協又高貴嘅東西，所以大家看過癮了以後，自然就會去點頭大量觀風牌嘅米酒頭，同時去中藥店飲一貼那個西部咧，好多話講西部啦，補藥窮下來燉來大家爽，一比一比，大家。食到富滾，同時在方答還會見講讓我很好食，連什麼都偏偏會吞落肚。初下頭腦個好嘅人，就將聽到嘅西藏台語留下來學，來傳頌，在當時家中家世學有一口台語嘅唔同。可以講得係相當嘅風光。當時學台語嘅人，當江人入來投看，也係投掉，所以在唔同嘅市周圍，雖然皆有微笑，還係唔放心，還愛在微笑當個加會出現嘅三角呢嘅鐵絲苗，甚至還有人。牽一條為天然嘅天線來加強安全，由此可見，在當時學台語嘅人，
很样的得意啊！怪唔得厝下学台语的人，金票传到宝宝群，从来唔会收钱，使得隔壁邻舍大家看到时，心肝也是卜卜滚呢，经常爱来学台语的样嘅好康，引起大家来学，所以国家买唔种就来学台语嘅。在买嘢到台语嘅种嘅初期，唱买写台语嘅情况，像是鬼唱班一样样。大家无论睇细集嘅台语都会唱到模样，佛上嘅，在庄头庄面都做得看到用父母嚟嘅水嚟。隔咧唔同，一格一格，一後又過一後嘅唔同出現，買唔同到底飄來飄去嘅寫台語嘅，實在係多，總共嘅長度可比一個當時做人嘅春秋國蓮花池嘅古嘢還愛過多。有一代內心發跳，唔知乜嘅社會聲音呢？看到爺阿爸，按日做有學按到，嘗試寫古嘢嘅呢，在大家人面前就睇上嘅問爺阿爸講啊，阿爸，唔樣在唔同道理學按到寫古嘢咯。我學嚟做乜嘅呀？爺阿爸聽到一句話，熟悉幾個句話，閃閃歡喜，實，窮快回答講，呸，破劇罪，唔不然無嘅咩？真係目做生死嘅，阿爸花費按多錢。買來學嘅高貴又補血嘅台語，唔樣為同我講按水風命寫鬼啊！我傾死人咯，各位記下10年以後，台語學到太慢古雜，批判又有用，都好有書生來買嘢時間。確實要係出寫跌下來，跌到像是聖人所講嘅鬼嘢一樣嘅假使，了到血本魔鬼。講到一點，又會本大家想到經濟企業上嘅一句話，一個物以稀為貴，物以稀為貴。像頭前所講，大量買台語種嘅來談理，促使呢生產量大嘅增加，太過於市場上嘅需要，當然價值就會太跌太落，變成了便宜貨，唔講係嘛？講到這裡，在1961年嘅時代，台灣搶購沙賣廣州冇本菲律賓一樣，促成台灣廣州在日本市場太影響。又有俗語講啊，台灣市場合白，看得有3年嘅好光景，實在一時都唔會有乜嘅政策。再講第四項學金保羅，漫天不停啊！在民國1962年嘅時間，金保羅厝下在台灣出現時，在台灣店度裡一點一盤由阿根廷引進入來嘅金保羅肉，市價2000元，實在貴上人是嚟去。由於當初大家對金保羅感覺到相當的稀奇，所以又點起來學金保羅嘅日子，
明日报纸上嘅广告栏都有几十栏，爱买金菠萝种嘅广告大家都会上哦。2粒金菠萝虽然系6、7、8元，但系2、8年后就可以生出些金菠萝诶。每粒金菠萝每期可成2000粒嘅卵，1年后就可以存到1000批、100批、1000批以上诶。安尼算来真系一本万利。那有乜嘅副业比学金菠萝更好嘅呢？假设这上面所算嘅意审判为算确实系难寻嘅好副业，但是由于金菠萝繁殖嘅率非常嘅强，实现又冒险，坚强实地就爱来食，所以头面不到2年。随叫嘅天丘、台中都里，处处都有，满天白地都系金菠萝。当然，金菠萝嘅假使就像是股票跌停板一样，一下话跌到送人都唔买。虽然肉质差很不差，最得人惊嘅系伊嘅实心，造成了目前最严重嘅农害。一个死海流顺多紧，政府与农民唔止损失了1多钱呢，浪费嘅唔止1多人工，常常本自杀虫剂嘅农药厂太好扛，怪唔得有人讲，在金菠萝入台湾嘅人，捉到了博家嘅伊嘅皮来晒干，像你所讲，阿昂股做生意，会假唔会假？万万冇想到学金菠萝嘅上进，让人唔会想到金菠萝嘅繁殖的安强，有田边黑4多9包嘅金丝托里诺，还讲系一本万利。实在相当好骗，大家会记得。栽培上本，栽培也学上本，学起来又简单，反射力又强的东西呀。伊个维持国家的期间，比天上是2高水一样暴风嘅台风一样，一次呢。就风平浪静，假使就跌下来，股票话也系一样安尼哈。好来，请大家来看第5个，蛤蟆尾要变成3%咯，让嘅蛤蟆尾会变成3%咯。在民国75年左右，夹到1986年嘅时间，学蛤蟆尾嘅人也个风行一时，由于利润相当好。所以，佢多人才自然间贴配设备变成了变成了蛤蟆间，甚至有企业化大量的来学。在当初，由于利润好，每个学蛤蟆尾的人都系收到最合唔少，每日心情都系一定好。但是突然间，有关卫生单位发表公布话讲，蛤蟆尾带有某某病原菌病菌，安尼一公布，第2日市场都里嘅蛤蟆尾，常都会像是得到大沙一样，毛脆嘅大沙一样，本人毛脆开始嘅表现。搞到处处都可以看到像是3%一样嘅蛤蟆尾，可见现代嘅人由于生活水准高，
万一作为又发现到有害人体的别天强死死，唔敢买来食，所以假使也会系太落一场，这单子吃槟榔也呢两种东西，虽然有害人体，但一旦伤了念头以后，实在难来解决，又冇其他嘅代替品，所以价格方面呢，我不容易跌落下去。又讲到其他嘅，像学拍卖呢，学来学去又变水必杀，让嘅下签，明明种嘅高贵嘅鲜花，又有意外收少，市场又小，最后又下签到像是草一样，无名的一样，各类对比等等，农作物的派系是正头，确实告诉也唔止一多人。有人讲啊，时势变天，假使跟智慧变，一时也唔会侦查。以前有一个相当有经验带领马威罗阿伯嘅讲啊，反正经营当然要注重品质与产量，以外还要注意渔业市场性，像是割禾晒谷还有用来抢谷嘅风茶一样。一个风茶嘅开头经营者，像是风茶头嘅前一格，留下来嘅谷嘅一样，佢就系好谷铁格本人是咧。中间经营的人呢，接来经营的人，理论上是天一格嘅留下来嘅二棒嘅，迄个教行嘅，学嘅用嘅。留面人来经营的人，停来经营的人，也理论上是第三角留下来嘅风采米啊，按照风采米，佢完全都系冇用嘅废物，只可用来对比，也系做社会用啊。一句话充分表示经营事业先后嘅结果实在各有不同。所以凡是经营一定要讲究市场嘅效应嘅研究，怎唔会得缺失？那系冇安尼，就会像高数人所讲啊，大陆行严杀会拍行嘅，以及闽南人讲啊，水动做模样嘅拍灭咧一样。以上呢，就是讲啊，最近所发现呢，很多项嘅。农家经济而来相当嘅考虑嘅所在哈。本文太医呢，就淨係讀一下。本文記啲頭擺農家經營各項條路，搶啲嘅起咗，民意做到頭來嘅，結果許多外來嘅因素狀況來經營失敗。唔了解市場，失敗又係講，所以冇所造成嘅，實在係人命。實際上經營事業唔曉得乜嘅愛來看環境同周邊嘅市場因素來經營。像本文所提到嘅睇嘅商貿以外呢，其他業務用途。一個唯一用途用唔到時啊，就會變成了廢物，也就係單項用途嘅產品最大嘅殺傷力。聽下學料嘅一樣意思，佢像做股票一樣，假使有人暗中操作，等操作假使人家一輸嘅時間。係咪假使就會跌到噼里啪啦跌下來呢？第三呢，講熟台嘅，雖然係有利可圖，但熟嘅人貪小利來買唔中，嘅程度很多生台嘅違反市場太低啊，
供过于求，供过于求，也最后也会被十多九宝变成了千宝，个千呢，假使个大个，其实呢，属金宝咯。一个以反出力的相当嘅等于讲，又水又差，怪唔得佛山嘅头面无量嘅，就有石明明嘅上等东西变成了农海，假使金宝罗嘅买金，假使金宝罗嘅反出力，像是那个一样，明年生产量不多时啊。也那个一样，那个只有100样一隻嘅啊，明年生產量唔多。相信產品市場上嘅假使生命過長過耐命啊，嘅就會講啊，供給與需要嘅問題。聽，屬下馬位嘅，日本人發現到有害人體嘅病菌，這個病菌啊，病死。一夜之間就會變成了個屋底下嘅3%一樣。你也可以想到，以前台灣發生一個可雷拉嘅荷蘭嘅事件啦，將這所參數到嘅命運一樣，但係檳榔、煙草等等作物啦，雖然受到3位國家嘅反對，乜嘅實力會不啱。有些人呢，也係說就是不誤啊，也就係講啊，由於實在嘅念頭難解所支持嘅，因此本文嘅從提以前農業經濟嘅政策提供本各位鄉親大家嚟做個參考啊，希望個經營者要防範頭前所講嘅各樣政策嘅以撇向結金玉滿堂唔講係嘛？以上就講到一隻嘅嘅主嘅方面呢，亦共有一個有118咧，希望各位鄉親先看住睇下讀以後嚟看一個主嘅過來呢一個真正風茶嘅道理啊！都上嘅咧，各位呢一個種香茅嘅圖，大家看到香茅錢，在台東方面呢非常嘅熱烈，一下眼呢一下可以看到種香茅嘅同種蓖麻嘅一個看到嘅屬下麻味嘅，也就注意有乜嘅病菌有冇？假使有啊，一夜之間就會變成3%咯，一個台灣。一個大家看那個圖，台灣同貴嘅嘅區別，貴嘅前甚至本來可能擺有18嘅一個八卦，各位鄉親大家知道，因為有大家算命嘅時間，因為用哪一個咧，也本來嚟考喏，一個13嘅，因為有13嘅，因為一年只有12日，但是有時間是閏年嘅時間變13整日，好，再看到大下一個金寶羅是對阿根廷過來嘅，西羅呢是對菲律賓過來嘅，西羅有也是一個同金寶羅嘅屬性相同，但是是西羅嘅肉嗰個是安啦，嚟再看第7個一個條嘅，熟嘅條嘅呢？變成了羅別嘅，一個最可憐嘅有還有塔摩蘭，一個塔摩一個蘭花吧，塔摩，有一盆呢1500萬，我談過，1500萬到下邊啊，一盆呢是100元呢，100元呢，再看底下，佢萬一屬麻嚟嘅。有半萬呢會咬人，變水比賽一樣所以各位鄉親，這個經濟與需要嘅方面要注意，農作物也好，生產各種嘅產品也係相同最後呢，大家希望大家農業經濟也係
等等事情要注意气候偏在连谈杂流啊，一个八杂事，一个那系有反对嘅八杂事啊，人做一个金条嘅，一下嘅一个气杂集团就是用按一八杂事，也有六件方嚟係唔要土去談起嚟嚇，所以呢個希望各位鄉親一個嚟好好嘅嚟研究一下啊，本一個所以從基本嘅就表嘅各位一樣錢啊，有時就要注意土地嘅問題，錢有啥內容啊，有乜嘅內容啊，一個有錢是老子有錢，一個講啊，蒙堂，我哋也嚟脱離安尼嗬。以上呢，承蒙大家，感謝你，再見。承蒙按知識有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